飽覽城市天際線，漫步林蔭山徑，尋訪水塘水壩歷史建築，陪伴市民成長嘅港島徑啟用40週年。港島徑綿延約50公里，以太平山為起點，由西至東橫跨香港島群山，共分為8段。第一段嘅盧吉道坐擁維多利亞港景色，時不時都嚟㗎，係啊，好好行，呢度好舒服，帶狗仔都得。香港係個寶地嚟㗎，我哋香港你可能坐幾個字半個鐘頭車，已經有好多山俾你哋行啦，所以我哋自己都應該珍惜我哋擁有。呢一日亦都有新加坡導演率團專程嚟到。因為我們在新加坡走，我們的風景啊，跟這裡的風景就很大的一個不一樣。因為這個是一個山，往下看，哇，剛剛才發現到這個景這麼美，你看。作為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4條長途遠足徑之中最親民嘅路線，港島徑每一段都各有特色，生態同歷史價值豐富。譬如有山頂薄扶林水塘一帶、渣甸山、北拿山、大潭水塘同埋龍脊，俾行山人士體驗多樣嘅景致。港島徑咧有多樣化嘅生境啦，譬如有林地、溪澗、水塘等等，孕育出種類繁多嘅動植物，中有啲物種更加具保育價值，譬如香港茶同香港過路黃，兩者都係香港島被首次發現嘅物種嚟嘅。港島徑咧都具有深厚嘅文化同歷史元素，包括喺1863年落成嘅香港第一個水塘薄扶林水塘，仲有第2次世界大戰時期嘅掩蔽堡同機槍堡等軍事遺跡，建造年份可追溯至19世紀末嘅石碑、裙帶路石碑同大潭無字碑，以及柏架山大風坳一帶嘅工業遺跡，包括全球首個載客吊車系統。1985年4月，大風坳見證呢條長途遠足徑開幕，呢度亦都係港島徑第6段嘅起點。時至今日，唔少行山客都會同呢塊紀念碑留影。漁護署舊年11月推出解鎖港島徑遠足挑戰活動，喺港島徑8段各設一個站點，俾市民打卡尋寶。參加者只需要喺解鎖港島徑嘅活動網站登記，然後去港島徑行山到訪8個站點，喺活動站點以智能手機掃描2維碼，回答一條有關港島徑嘅問題，答啱就可以成功解鎖，得到該站嘅電子獎章。喺活動期間成功解鎖所有8個站點，就會得到紀念品。截至舊年年底，超過7400人登記參加挑戰活動，其中大約1800人成功解鎖全部站點。漁護署早前亦都舉辦一系列活動，讓公眾為港島徑嘅維修保養出一分力，包括參與修復受水土流失影響嘅路段，以便大眾更舒適、安全咁享受大自然。政府舊年公布推行4山旅遊，其中嘅太平山同港島徑第1段重疊。漁護署話，正係分階段推行各項工作，包括優化西高山一帶嘅山徑同設施，同周邊旅遊點持份者商討，設計以4山為主題嘅綠色旅遊行程，串連山頂纜車、標誌性景點、特色餐飲等旅遊資源。預計今年年底前完成設施優化，並推出綠色旅遊行程同產品。